喺現今 AI 世代，好多嘢都可以交俾 AI 代勞。與其驚有朝一日被 AI 取代，不如好好運用 AI， 令 AI 成為宣教嘅好拍檔。鄧樂文 Anson 係傳道人同 AI 達人，致力推動教會嘅思維同科技一齊更新。AI 令現實同虛擬嘅界線更加模糊， AI 嘅資訊又好似好有權威，所以 Anson 深信要先扎穩信仰根基，先應用 AI。 一嚟以免盲目崇拜 AI， 二嚟 AI 嘅答案往往不合乎基督徒嘅價值觀。我哋要運用聖經知識嚟小心分辨。反過嚟，我哋可以喺日常生活中使用 AI 時，提供正面嘅數據俾 AI， 咁就等同牧養緊 AI， 令 AI 生成嘅嘢更符合聖經真理。當 AI 越聰明，越顯得人類愚蠢，但係我哋仍然被神所愛，又識得彼此相愛。真正嘅愛就係 AI 永遠超越唔到嘅鴻溝。如果想知更多精彩內容，請掃碼瀏覽天使心月刊網站啦。